各位弟兄姊妹，今日咧係第322條嚇，問嘅咧就係乜嘢係聖迭聖事咧？嗱，咁聖迭聖事咧係主耶穌基督親自建立嘅一件聖事啊。幾時建立嘅咧？就係喺最後晚餐嘅時候喎。當時咧，主耶穌拎起一塊麵餅啦，就話咧呢個係我嘅身體啊，你哋大家拎去食。跟住咧拎起一杯葡萄酒，就話咧呢個係我嘅寶血，係嘛？你哋大家拎去飲為你哋傾流嘅你哋要咁樣做咧嚟到紀念我。嗱，好啦，冇錯，佢係用咁嘅説話咧建立咗聖體聖事不過同時咧，即係佢要求我哋要咁樣做嚟到紀念佢。咁邊個去做咧？耶穌咧就喺晚餐廳裏邊做咗第一次啦，係嘛？可以咁話。咁之後咧，即係有人做噶嘛。咁於是咧就係揀選咗呢啲嘅門徒啦，繼續咧耶穌呢個使命咁所以咧，我哋話當主耶穌建立聖體聖事嘅時候咧，亦都同時咧建立聖迭聖事咁於是咧，譬如我哋教區啦，每年嘅聖週四咧就會咧係朝頭早喺主教座堂咧舉行呢個重宣呢個神父啦、執事啦等等嘅承諾就係慶祝呢個聖迭聖事嘅。好啦，咁主耶穌咧將佢嘅使命，佢自己嘅使命託付俾宗徒藉住咧呢個聖迭聖事嚟到咧喺教會裏邊繼續嘅執行直到世界嘅終結咩使命咧？就係父交俾佢嘅使命咯，交俾耶穌嘅使命咯，就係為天主嘅愛咧作見證，係嘛？於是啦，你睇下喺福音裏邊，耶穌對啲門徒講乜嘢要佢哋咧做牧者啦，係嘛？牧養佢嘅羊群啦，又要係做福傳嘅工作啦，要咧去到世界各地要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咧為佢哋受洗，係嘛？亦都咧為主耶穌作見證由耶路撒冷開始去到咧撒瑪利亞，直到地極要為佢作見證。嗱，咁呢啲咧都係聖迭聖事裏邊咧主交託俾門徒，以至交託俾咧世世代代喺領受聖迭聖事嘅人嘅使命咁其實咧就係講緊天主嘅俾耶穌嘅使命，就係咧願意一切人都得救呢一個使命。咁我哋咧不過延續住或者咧回應住天主要求我哋去做嘅。所以我今日嘅俾大家聖經金句咧就係呢一句若望嘅20章21節，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樣派遣你們。